脑袋！哎呦，你甭管我，你管我脑袋干什么？你甭管我！我怎么能不管你呀？你喝成这样了都。行，我领结婚证没告诉你，我不对。那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你给我的是惊喜吗？你，啊？你是把我惊着了，你惊死我了你！我告诉你，敏儿，你就是拿个刀子往你妈胸口上捅啊你！你这孩子，你死孩子你！哎呦喂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你别哭，你哭什么呀你？别哭啊！你再哭了，你哭了我也跟你一块哭了，不许哭！我一把屎一把尿，把你拉扯大了。你说你嫁这么个人，我不同意你结婚，你已经结了。我让你离开他，你就得离婚。你说你让你妈怎么办呢？这死孩子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明儿你必须办手续去。办什么手续啊？离婚手续？什么手续？必须得给我离了这婚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要跟他离了，黑不提白不提，谁都不知道，这页就翻过去了，知道吗？我凭什么翻这一页啊？我就在这一页待着，我干嘛要翻这一页？我就跟金亮结婚了，我。那你给我滚！你不是我闺女了，不是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不是就不是啊？你说了算呐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你闺女，我这婚我就不离了我。金亮他就是我老公，老公我也要，老妈我也要，你看着办吧你！哼！哎呀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，泡一泡啊！爸，你这个造型，行。去，快去冲一个去，太舒服了。哎，我可不泡，我回宿舍冲个澡得了，我不泡。这比宿舍舒服多了，那水可以调凉，可以调热，有洗头的，还有染发的、洗澡的。听爸的话，去泡一泡啊！这一天的好几百块钱，你说我在这住，我这能住回来多少钱呢？泡个澡，能泡回来多少就泡回来多少，听话。哎，我不想泡，我去泡。哎，行，好，我泡。去。哎，多泡一会儿。然后呢，爸呢给你搓搓后背。你给我搓什么背？我都多大了？你小时候不都是我给你搓吗？我现在长大了，要搓我得给您搓。要不我给你搓搓。多泡一会儿啊！来，把这个烧进去来。多泡一会儿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喂，金亮，你爸在吗？那什么，我说你就听着就行了啊。哎呦，我这妈呀，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你猜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让我离婚。真的是，我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。就是因为我妈嫌你是外地人，又没钱没房子，工作又寒碜。你说怎么办呀？我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，这快真的气死我了都快。哎，我得想想办法。我跟你讲，你爸那边啊，再拖2天，别让人家着急啊。爸，我是不是电话响了？刚才。哎，小米。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你也不说跟我说一声，你现在是长能耐了你呀？啊，婚姻大事，
你怎么能他妈都没同意？你说你们俩就偷偷摸摸的把这证给扯了，然后还叫人家从家里头轰了出来。你说你这叫什么事儿？你这就是叫光着屁股跑马拉松，是丢人又现眼。你把金家老祖宗的脸，把你爹我金大柱的脸，那是从东北是丢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。哎呦，行了吧，这事儿就不怪我，不怪你，怪谁？啊？怪小米？不，绝对不怪小米，赖我？怎么能怪您呢，爸？怪他妈？怪，那就是他妈。哎呦，爸，你老逼我干什么呀？你看看，怎么还我是逼你呢？他不懂事，你不懂事吗？事情出了也罢，那你总得跟我讲一声，你让我知道实情吗？啊，你还瞒着我，我是谁？你告诉我。爸，亲爸，亲爸，我不是怕你生气吗？我不是诚心想骗你，你瞧你生这么大气，那你告诉我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给我画个道出来。不是我要知道怎么办，我就不发愁了。哎呀，还嫌咱家不是北京人儿？什么北京人？他们家在北京才住了几代呀？你奶奶小时候6、7岁的时候走紫禁城，那是如履平地呀！啊，走的都是正门。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跟他妈讲呢？行了，爸，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天天跟他妈说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这么跟你说，爸，我跟小米我们俩就是真心相爱的，结婚是我们俩心甘情愿的事儿。要想让我们俩离婚，不可能，绝不。结了婚以后，你俩住在哪儿？住在大马路上吗？将来你俩有了孩子，我孙子住在哪儿？住在桥头子底下吗？怎么可能？肯定有地方住啊！住哪儿？不是那个小米说吧，实在不行就住他们家。住他们家？他们家房子挺大的，而且他妈一个人在家。他妈几个人在家关你屁事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小子，我金大柱的儿子绝不能倒插门。不是爸，你别说这么难听行不行？我们俩真心相爱，住哪儿都一样，无所谓。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小子，你就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呐。这老话说得好啊，这一个男人呐，要是端了娘家的碗，你就得一辈子服人家管；你要是吃了娘家的米，你一辈子都还不起呀，小子。爸，您哪来这么多词儿啊？这都是老人间留下来的。是。凡是留下来的中国这些老话，它都有理儿啊。它能流传至今吗？啊，爸，不是，我现在就怕您生气。您别生气，你瞧你生着气，你这头发都乱了。你别生气，好吧？这样吧，明天你把小米约出来，就说我要见她。你见她干嘛？她是我儿媳妇儿，我见见她不行吗？哎呀，还妇产科大夫呢！就你这智商，结出来的孩子全是傻瓜蛋的。哎呀，都气死我了！你都。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打电话之前也不会问清楚了是谁。我哪知道那么多呀？哎呀，更烦的是，他爸来了，非要见我。那是要乱成一锅粥了。哎，我早就跟你说了吧，结婚不要太冲动。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？要我说呀，你就听你妈的，马上跟他离婚。你以为我们俩过家家玩呢？我们俩结婚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你也真说得出口。好，那你深思熟虑，以后别来问我啊，受了罪别找我哭，我没辙了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说我点好啊？哟，我还真得说你点好的了。你们家那位来了。哎，大夫，哎，金玲，新婚大吉呀！同喜同喜。我喜从何来呀？哎呀，对呀，是我结婚。那行，改天我给你介绍一男朋友。哎，你说的啊，小米你听见了？我一定给你找一个像我这样的。那行，那咱们回头再说。你们俩先聊着啊，聊吧。好，回见。瞧见没有，都把人吓跑了。谁能看上你这样的？也就我吧。我这么跟你说，老婆，我要再找一像我这样的，我还真找不着了。真是。哎，今儿这衣服挺漂亮的啊，这发型也不错。赶紧走吧，我爸现在都到饭店，没准都开始点菜了。
我紧张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看我都说错话了，我哪有脸还见他呀？我跟你说，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爸这人不记仇，你一看他就踏实了，慈眉善目的一老帅哥。林总已经催了好几次了，问这案子该怎么办。这样，你还是先去一下二中院，确认一下开庭日期，其他以后再说。好的，米丁。嗯。说什么事儿？你在哪儿呢？在办公室呢吗？在。你在这等着啊，我这就过去。我跟你说事儿。啊别，我这工作忙了，有什么事电话说不行吗？不是米饭，你怎么回事？米儿不是你闺女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米儿，今天这事都是你们两口子惹出来的。你甭想拍拍屁股走人，给我在屋等着，我这就过去。等就等着。哎，那个，叔叔喝茶。爸，喝茶。来，倒点儿。在我们那边啊，只有举行了婚礼以后，那时候才改口。啊，对。啊，是吗？我们这儿有那么一说。啊，那个，哦，叔叔，您点菜。我不点，你点吧。点吧，你想吃什么你点。我吃什么都行，你们点吧啊。那行，叫小米点。行，那我们点。那行，那我们点点您爱吃的。我爸爱吃鸡肉。哦，对了，叔叔爱吃鸡。哎，那个他们这儿钵子鸡挺好吃的。对，哎，点一个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红烧肉你爱吃？上次你不是特爱吃吗？点个红烧肉吧。啊，再点个素菜。行。怎么了？出汗了？这么有点热。你把衣服脱了呀？没事。哎，叔叔，那个您还想吃点什么呀？我不忌口，什么都行。啊，那就我爸爱吃面。哦，对，面是。哎，这面挺好。对，这面得来一个。王总，真不好意思，这会儿真不行，我这有个大客户，对，大 case， 这个你懂。好，多理解啊，好。说话呀，你哑巴了你？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可不想跟你吵架。你说你哈，非得反对咱们米儿和这个小亮好，而且你没有一条理由能站住的，我是罪人了吗？怎么老耍小孩的脾气呢你？哎，你说什么话呢？你这是？你眼瞅着闺女往火坑里跳，你不打算管是吗？这是火坑，当然是火坑了，不是火坑是什么？这就是火坑。你说小亮那孩子他有什么好？你告诉我。且不说他是妇科大夫，小城镇的人，要钱没钱，要房没房，他以后他们俩怎么生活呀？你告诉我啊！现在是两个年轻人恋爱呢，有爱情是吧？一冲动结婚了，爱情过去了呢？爱情能坚持几天呢？你告诉我，啊？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啊，他那点钱能养咱们家米儿吗？生不生孩子，买不买房子，一辈子靠父母啊？你这纯粹是咸吃萝卜淡炒稀，杞人忧。你给我把字说全了，别一天到晚给我这丢字落字的，烦不烦呢你？你纯粹是杞人忧天，懂了吧？真是，以后的事情世事难料了，不是咱们长辈能管了的。你操这个心干什么？你说你，你这叫人话吗？她是我闺女，我不操心；我是妈，我不操心。我都像你似的，前车之鉴就在这儿呢。我不能再让我闺女重蹈我的覆辙。我告诉你啊，米饭，咱俩离婚这么些年，我可没求过你什么事儿。这件事儿只有你能帮得上这忙。他不听我的，赶紧让他给我把婚离了去。现在没结几天呢，知道吗？人家都不知道呢。咱这黑不提白不提，以后就全当这事没发生就完了。
时间一长，万一要被人知道了呢？万一她不小心再怀孕了怎么办？咱离婚这么多年，我可从来没求过你什么事儿，米凡。这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就算帮我了，求你了，行吗？我给你跪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办公室别来旧社会那一套。我思考。思考的时间别太长啊。小米，你属牛是吧？啊，对，我属牛，比金亮小3岁。小的属狗，和呀，挺好。我听小的说，你这个工作要经常的加班加点，是吗？哎，还行，没他们辛苦，他们还得值夜班。你妈妈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有点想法是吧？啊，我妈吧，哎呀，她其实就是一时接受不了。哎，叔叔您放心，过2天她消了气儿就没事儿了。这事儿一点都不怨你妈妈，是小子不懂事。婚姻大事啊，首先要征得家长的同意才行。哪像他这样的，背着老人把这个结婚证都扯了，这你们做的不对。回去你跟你妈妈说，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，亲自去向她道歉啊。不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是我老催着金亮办登记。哎呀，现在咱们就不追究个人责任了，啊，也不用怪谁不好。事情既然出了，我们就要面对它，我们要积极的想办法，看看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圆满的解决好。对，解决。哎，你跟叔叔说说，今后你俩有什么打算？这婚礼什么时候办呢？这爸，现在我问小米呢。他说了算。对，我们俩在一块儿一般都是听我的啊。现在这样不是证已经领了吗？但是婚礼的事儿吧，就是不着急，哎，往后放一放，是吧？啊。明年他都30了，岁数不小了。祭也登了，我的意思啊，这婚礼啊早办，早利索，这个双方的家长这心里头是不是也就踏实了？你呀，回去跟你妈好好说说，做她的思想工作。你呀，一定要这个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呀，啊！你说在老年人的心目中，什么最重要？不就是儿女的幸福最重要吗？啊，你的快乐就是老人的幸福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一定跟你妈妈讲，我们家呀是没权没势，但那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啊，那也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呀。你比如说我吧，你看我都退休了，我1个月拿3200多呀，我都花不完。行，爸，你看啊。以前我们家那也是皇亲国戚呀，他奶奶那小的时候就进这个紫禁城，就现在的故宫啊，如履平地呀，那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啊，你知道吗？走的门都是走。这事儿我就不说了啊，就是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们2个及早的把这婚礼办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当老的不就是希望小的能够白头偕老，恩恩爱爱吗？啊，这当老人的心里头就知足了啊！回去跟你妈好好说说啊。您放心，我妈那边我想办法，您就再忍2天啊。好。小米这孩子不错呀，啊，一看就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一个正经人呐，这模样长得也俊，招人喜欢。那当然了，您儿子眼光能差得了吗？你丈母娘不同意，我就是担心将来以后你俩这日子咋过。
我跟您说啊，这事儿就没您想那么严重。您别担心啊，我这么大人了，我能处理好。你处理好还这个样子，那你处理不好什么样子？明天给我买车票，我回去了。您干嘛要回去啊？我不回去，在这干啥？不是，你不说要跟他妈见个面吗？我跟他妈见什么面？见面？他妈这种态度，见面得生气，得吵架，我不见。等他妈想通以后，你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再回来。明天给我买车票。行行行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好吧？下铺。行了，怎么了？你回去吧，我自己走了。没事，爸，我送你到车上，还差这么2个兜吗？走。我又不是不认识你，还送什么呀？还得买张站台票。爸，对不起啊，这回让您白跑了一趟。不来不知道，一来吓一跳。反正现在事情我都弄清楚了，啊，你呀没事多往你丈母娘家跑一跑，多跟人家说点好话啊。我就不相信你丈母娘是那不讲理的人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啊。行了，快回去吧。爸，你路上注意点，看好点东西。我知道。把你爸送走了。走了呀，我刚从火车站回来。他跟你说什么了吗？哎呀，我看着他孤独的背影消失在茫茫的人海当中。哎，你说咱俩弄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本来结婚是挺好的事儿，弄成这样，哎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有什么怎么办的呀？大不了就分开呗，离婚呗。离婚？你开什么玩笑你啊？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。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！我觉得咱们俩从相知、相识到相恋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对你什么样，你应该有数吧？我什么时候跟你红过脸？从来都没跟你急过吧？我一直都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真心实意的对待你啊！你好好想一想，是不是？我下定决心要跟你过一辈子，咱俩得生孩子呢，以后还啊，要白头偕老，是不是？这才结婚几天呢，你就要离婚？我跟你说不行啊，打死我都不离。行啊，跟你逗着玩的，急什么呀？我也是这么跟我妈说的，死也不跟你离。逗我玩呢？多大的人了还玩啊？行。啊，老婆，行了，以后你不准再提离婚这俩字了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我这胆小，经不住你这么瞎。哎呀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我妈死活不同意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老婆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啊，你得这么想。我爸已经知道这是个好事儿，起码咱俩不用藏着掖着了，对不对？咱们现在就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对付你妈身上，啊？行吧，我再想想辙吧。挂了啊。拜拜。真是，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，现在全成我一个人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吧，你老说什么时候？你捣不捣乱？你离什么离？离了我跟谁过？跟我呀。姐，风铃，过来找小姨，真乖。哎呦，闺女，找我干嘛呀？叫我过来。找你啊？小美给我打电话让我找你谈谈，我哪走得开呀？你先跟那坐会儿啊，我这新来一人，屁帘不太会剪。你忙去吧，你先忙去。行。风铃，姐姐让大姨找我呀。啊？姐姐又打什么坏主意呢？姐姐，你真给大姨打电话了？
我想来想去啊，也只有我大姨的话，我妈能听进去一句两句的。聪明，不愧是我闺女啊！你外婆去世的早，你大姨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。是。哎呀，要是我妈再不听的话，我可真就没辙了。老爸，我真同情你。你说你忍受我妈这坏脾气10几年才跟她离婚，她这脾气真是一般人受不了，那太不容易了。闺女，你不能这么说你妈啊！我跟你妈离婚啊，大部分责任怪我。真的，孩子，那个时候啊，我是个年轻气盛，心气儿高，一心要干大事业、干工作，确实从来顾不上家。所以你妈埋怨我是正常的。我们俩也都个性强，其实当初离婚是一时冲动，就是赌气，互相吵，谁也不让谁，说离就离了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真是怪你爸大部分责任。而且呢，你妈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，真的挺辛苦，特别拉扯你。老爸真的没管什么事儿。我跟你妈吧吵归吵，但你不能说你妈不好，明白吗？这王琳琳也忒欺负人了。哎，姐，你说有这样的吗？把自个儿家那么近的亲戚介绍给我闺女，干什么呀？这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呀？跟你说，我这日子我刚觉着好点儿。这就好比啊，我正在吃一大碗炸酱面呢啊，倍儿香啊，吃了正高兴呢，有人过来啪，往你碗里扔只苍蝇，都不是一只，给你扔一把，你受了吗？别说那么恶心啊，我这儿挺干净的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些年心里头还放不下米饭是不是？说什么呢？谁放不下？我早把它放得一干二净了。您真逗。我跟你说，姐，别说米饭，红烧肉我都放下了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出这事儿，我连他的名字我都懒得提，早就翻篇了。真逗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那就因为这小伙子是王琳琳的亲戚，咱咽不下这口气，是不是？你就甭管谁跟谁是亲戚了，你现在就告诉我这小伙子人怎么样？我哪知道怎么样啊？我就见一面，反正瞅着个儿倒挺高的，长得还行。那不就得了？他们俩过着互相瞧着好不就行了吗？什么他瞧着好，不定这小伙子给我们家米儿下什么迷魂药了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么快就把证给扯了。这话不敢说。哎，就现在这孩子，谁给谁下迷魂药，那还说不清楚呢。该放下就得放下。你说这一晃，多快啊！咱俩都什么岁数了啊？我都5张多了。我楼上有一金毛，我得去啊！一会儿客人来了。这小风铃在你怀里真老实。家伙跟我聊会儿天还一段一段的，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。哟，一人在家呢嘛？今儿家里没来人啊？你别站那儿，你挡着我了，我这看电视呢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名牌儿。我跟你讲，大明星都穿这个，花了我大半月工资呢。小姐您的。哎呀。哎呦。都几点了还不做饭？我都饿死了。饿死了自己做去，你又不是没长手。行行，我自己做去。哎，您想吃什么呀？我顺便给您做点。你爱吃什么你做什么，甭管我。我吃不下，我吃气都吃饱了。我怎么会不管您呢？您是我亲妈呀。我知道了。您是怕我结了婚就不管您了，所以心里特别难受，觉得特别孤独，就给我甩脸子。实际上心里面不是这么想。您放心，我不可能不管您的，您是我亲妈呀。这辈子我管定了，全包我身上。米小米，我告诉你，少跟我来这套。我知道你耍的什么计谋，心里怎么想的。别说你把你大姨搬来，你就是把你大姨夫搬来都没用，知道吗？去，走走走，躲开我这儿，别在我这儿糗着，怪热的。行行行，我走，我走。大半月工资，白花。不给。
哎，丁玲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收获大不大？没收获。啊，破剧组哎，忒抠门了，连点车马费都不给报，就给点这破玩意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喜欢啊？拿去。我不喜欢，这什么东西你就给我。什么呀？忙什么呢？哎，赶稿子呗。哎，有什么可赶的呀？你赶紧跟我说说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你老公公啊，不是来了吗？就见了一面，就回老家去了他。啊？真的？哎呦喂，他都要生了！啊，好，我马上派人跟进啊！行，吃饭，忘不了，讨厌。小米，来，你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？小米啊，我交给你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。您说吧，是打假还是揭黑？我特别喜欢挑战，没关系，您说。算了吧，那都是新闻部的事儿，跟咱没关系。哦，哎，菲菲你知道吧？就是那个唱歌的那个。对，就是她啊。哎，前段时间不是传闻她已经怀孕了吗？啊。孩子爸爸是谁，谁都不知道。我得到最新线报，菲菲已经住院了，而且马上就要生了。哦。你知道菲菲住的哪家医院吗？就你男朋友上班那家医院。我男朋友在哪儿上班？您怎么知道啊？我不能知道吗？你是我的下属，我关心了解你的情况，不对吗？哎，小米，你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拍到几张菲菲生产前后的照片。如果碰巧能够找到孩子父亲的线索，我告诉你，小米，你可就出大名了你。木板这事儿我可能做不了。小米，我器重你，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再说了，有什么难的呀？你让你男朋友帮个忙，你混进去拍几张照片不就完了吗？不是木板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吧，这是人家隐私，咱们去拍。别人生孩子是隐私，菲菲生孩子就不是隐私，是重大新闻。我问问你，你就不关心这些事儿吗？你没事跟丁玲他们不也一块八卦这些事儿吗？你装吧你，装呢你在这儿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我发了一篇微博，我就发了一张照片，我跟菲菲前2年我采访她的照片，你猜怎么着？天哪，1000多人骂我。平常我发一篇微博也就2、3个人骂我，你瞧人家这关注度1000多人一块骂，合唱。这事儿成功了之后，我保证你这月的奖金不少于这个数。5000呢？讨厌，5000我就干了，500。哦。哎呀，老同志，什么事儿啊？急着忙慌的把我给叫回来。亚娜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sorry。喂，谁呀？周敏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也不联系我。啊，真的？爸跟你说件事儿。我爸要跟我商量事儿，我待会儿给你打回去，好吗？这你手机哈，好，啊，好嘞，哎。您说，爸回来呀，想把这也挺重要啊。喂，怎么样？真的？我生气了。哎，我跟你提成啊，就这么着啊，一会儿你打过去啊。哎，爸，你看你怎么回来就生气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渴死我了。怎么样，你妈那边？
别提了，我把我大姨都搬出来了，没用，还那样他。为什么呢，老婆？你说说，我有那么不招人待见吗？不是我小伙，我差哪儿？有那么差劲吗？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。是啊，你又不会办事儿，又不会说话，呆头又呆脑，我妈能喜欢你这样的吗？咱俩私奔吧。咱俩是合法夫妻，凭什么私奔呢？哎呀，我看干脆还是我亲自去找你妈，我跟她谈吧。你亲自见我妈啊？我就怕你见了我妈连话都说不出来，跟她谈呢。其实你妈就是不了解我，我跟你说吧，如果她要给我一机会，我跟她好好说说我怎么回事，咔咔咔，我这么一说，她肯定特喜欢我。你要愿意找妈去，我不拦着。你要不拦着，我还真处。老公，我问你件事儿呗。那个菲菲是不是在你们医院呢？啊，是有这么个人，唱歌那个。对。啊。她住几号房啊？住哪号房？那我得去查查。你问这干什么呀？你哪天上班的时候，你趁机让我混进去，我拍2张照片。那可不行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是医生，人家是病人，我能让你随便进去吗？我们领导上级压下来的任务，我就拍2张照片。你领导给你布置了任务，那我们医院还有纪律呢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帮我帮吧。帮！放心，我肯定不给你添麻烦，我就悄悄地溜进去。老婆，我想了一办法。你说咱俩要是这么着去见你妈怎么样？你想怎么着见我妈？谁呀？谁呀？来了！谁？哎呦，明儿怎么了这是？啊？怎么了这是？低血糖。啊，低血糖了！哎呦，慢点！哎呀，慢点！明儿，哎呦，你是要把你妈吓死是不是？啊，把那弄上点。躺一会儿。慢点。怎么样？妈去给你买2块巧克力吧。啊，路上吃了。哎，我给他倒点水去。明儿，你说你怎么回事儿啊你要把你妈吓死啊你？啊？哎呦！来，喝点水。哎，对，我先尝尝烫不烫？合适。对，喝点水，咽吧，咽。是了。好点了吧？啊。舒服点了吧？那个，要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嘛。明儿，你怎么回事啊你要把妈吓死啊你这叫什么毛病？你动不动你还晕，你是不是中午又没吃饭呢你？我吃了。你吃什么了？西红柿炒鸡蛋，红烧排骨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啊，是我怕你再叫我有事儿。那我现在就走。你等会儿。你坐那儿吧，我跟你聊2句。哎。那天，啊，我把你从家里赶出去，态度呢确实是比较生硬了一点儿。当然了，这个生硬，它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啊。不是妈，我觉得不怪您。你别管我叫妈行吗？
这字儿是那么容易出口的吗？人家乐意不乐意呀？你就随便叫，人家对你有感情吗？人家适应吗？阿姨，对，就叫阿姨。哎啊，阿姨，你说你是个男孩子，是啊？他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儿。儿女结婚不跟父母打招呼，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，这是多大的事儿啊！这是不是你们人生最重要的事儿啊？是。就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到时候我就把人给你带回来，进门就管你叫妈，你还就得接受，你不许难受，你不许有别扭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也别老在这是的。不是。不是什么呀？不是您的错，妈，真不是您错。阿姨，真不是您的错。阿姨，我觉得那天您是把我给撵出去了，我觉得您做的特别对，一点都没毛病，错全在我们俩。别说您撵出，您就是把我打出去，我觉得都是应该的。要不，阿姨，如果您现在还生气，那您就打我一顿得了。真的，你怎么打都行，打我几下吧，好不好？行了，我没事撑的我打你，我累不累呀？我才懒得打你呢，真是。哎，行了，哎，也就别跟你们计较了，计较也没用。行吧，那你说说吧，说说你们家什么情况啊？介绍介绍啊，哪儿人呢你？